另外，刑事局嘛掠到一个诈骗集团，假作是中国反诈中心的官员，专门咧骗伫咧日本的华人，讲因的个资含口罩，互人偷摕去用，官方要替因监管财产，若无就爱遣返等等。至少有几60个人受害，骗到要甲1500万。警察来到嫌犯伫台中诈骗的机房，破门了后，要求所有人拍落。现场发现10个人，还有底满规卡行李的现金，坐甲爱用机器来算。不法所得1486万，拢是被害人的艰苦钱。诈骗集团以姓张的主嫌做头，专门找伫日本的华人，逐工为台湾敲诈骗电话，假讲家己是中国轰炸中心的官员。发现对方的口罩个资互偷去用，要求把财产回互因监管。被害人因为歹查证，阁烦恼真正会互注销伫日本的居留权，以日票汇款去嫌犯提供的日本口罩，嫌犯阁用洗钱的方式把钱汇回来台湾。有人冒用他们的身份那有寄送这个违法的包裹，那这个包裹里面可能有一些伪造的信用卡或个人的资料，那有可能他们会被取消他们的日本的居留权。所以这些在日本的华人他们是非常担心。警方研判，伫日本的华人上烦恼互送倒去中国，中国官员阁算是因国内较强势的执法人员。被害人因为会惊歹查证就互骗，初步统计敲出去的电话有上千通，尚无几10个人互骗，嘛无排除有日本籍甲中国籍的共犯。后续会请刑事局协助扩大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